过来一间医疗集团哦，和西药剂的病人指控讲，病院可能是为着成本，一寡西药剂的设备拢过期，真侪当路搁会使用。也毋过，这间病院是强调讲，因拢有按照时间来换新。新北市卫生局嘛表示，会实际上去病院来了解。这个有血水的，这个是不含血水的，因为他们收针的时候，会要排废水。总医长亲自出面介绍诊所的环境甲器材。伫今年重新开幕时阵，一个办盛大地会，也毋过即马煞传出弊端。厂商会先报价嘛，然后院长会看，可是那个金额不符合院长的祈求，他们期望他就是各种理由去推脱说不要换。诊所一早起就病人来看诊，里头有水油剂的中心和人水油剂，也毋过即马被指控，病院敢若是考虑到成本。相关的透气设备也个过滤材，拢已经过期真侪年啊，拢无换。顶同是病人伫咧水油剂时阵，拢无过滤保护的机制。RO 不是纯水的时候呢，可能会造成一些重金属的中毒，例如会有一些神经病变啊、溶血啊。假设今天是有细菌的话，可能会造成一些败血性的休克。互人指控的连锁诊所，伫新北市有3间属有同一个医疗集团。水油剂的病人讲起来超过1000人，若是相关的设备甲耗材拢过期无换，只惊讲病人是哪水油剂，也哪有医疗风险。看到真侪媒体来采访，赶紧甲铁门揪来，互人指控的诊所讲，因拢有照正常的作业，按时间换炉芯，怀疑是离职的员工调工报护。新北市卫生局接到报案了，也前往稽查。诊所疑似有透析设备、滤水器逾期未更换的情事。那本局将于今日会去现场了解状况。不过现场护理人员有支援，但是没有报备的情况。那这部分将依护理人员法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锾。互人指责的诊所争议真多，另外也被指控讲，依赖这个2位正职的护理师，但是卫生局回应讲，经过调查，护理能力无问题，只是有资源能力无报备的情形，依法相关会当罚3万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